詩篇第7篇。求主興起，施行公義的審判，查驗心思肺腑，將我的盾牌。耶和華我的神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救我脫離所有追趕我的人，搭救我出來，免得他們像獅子撕裂我，甚至撕碎，無人搭救。耶和華我的神啊，我若行了這事，若有罪孽在我手裏，我若以惡回報我的朋友，連那無故與我為敵的，我也救了他，就任憑仇敵追趕我，直到追上，把我的性命踏在地上，使我的榮耀歸於灰塵。求主興起，施行公義的審判，查驗心思肺腑，將我的盾牌。耶和華，求你在怒中起來，挺身而立，抵擋我敵人的烈怒。求你為我興起，你已經發令施行審判。願萬民聚集環繞你，願你居高位統治他們。耶和華向萬民施行審判。耶和華，求你按我的公義和我心中的純正判斷我。願惡人的惡斷絕，願你堅立義人，因為公義的神察驗人的心腸肺腑。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裏正直的人。求主興起，施行公義的審判，查驗心思肺腑，將我的盾牌。神是公義的審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惡人發怒的神。若有人不回頭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弦，預備妥當。他也預備了致死的兵器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看啊，惡人懷邪惡，養毒害，生虛假。他掘了坑，挖得太深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裏。他的毒害必回到自己頭上，他的殘暴必落到自己的腦袋上。我要照着耶和華的公義稱謝他，要歌頌耶和華至高者的名。求主興起，施行公義的審判，查驗心思肺腑，將我的盾牌。阿摩司書4章6至13節。我使你們在每一座城裏牙齒乾淨，使你們各處的糧食缺乏，你們仍不歸向我，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在收割的前3個月，我不降雨在你們那裏，我降雨在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。這塊地有雨，那塊無雨的地就必枯乾。2、3城的人擠到一個城去找水喝，卻喝不足，你們仍不歸向我，
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我以焚風和霉爛攻擊你們，你們許多的菜園、葡萄園、無花果樹、橄欖樹屢屢被剪蟲所吃，你們仍不歸向我，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我降瘟疫在你們中間，如在埃及的樣子，用刀殺戮你們的年輕人和你們遭擄掠的馬匹，營中臭氣撲鼻，你們仍不歸向我，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我傾覆你們，如同神從前傾覆所多瑪、蛾摩拉一樣，你們好像從火中搶救出來的一根柴，你們仍不歸向我，這是耶和華說的。因此，以色列啊，我要如此對待你，因為我要這樣對待你。以色列啊，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。看啊，那創山造風，將其心意指示人，使晨光變幽暗，踩行在地之高處的，他的名是耶和華萬軍之神。約翰一書3章11至17節。我們要彼此相愛，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到的訊息。不要像該人，他是屬那邪惡者，殺了自己的弟弟。為什麼殺了他呢？因為自己的行為是邪惡的，而弟弟的行為是正直的。弟兄們，世人若恨你們，不要驚訝。我們知道，我們已經出死入生了，因為我們愛弟兄。沒有愛心的，仍住在死中。凡恨自己弟兄的，就是殺人的。你們知道，凡殺人的，沒有永生住在他裡面。基督為我們捨命，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。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。凡有世上財物的，看見弟兄缺乏，卻關閉了惻隱的心，神的愛怎能住在他裡面呢？請同心禱告。創山造風，向人顯明心意的上主啊，萬事萬物都隨着你的旨意行。你樂意向人講明你的意念旨意，宣告你的判語。你為至高，大有能力，使晨光變為幽暗。你的名為萬軍之耶和華。我們都當俯伏敬拜，讚美你榮耀的聖名。求主興起，施行公義的審判，查驗心思肺腑，將我的盾牌。察驗人心腸肺腑的上主啊，你遍察全地，查看人們的心思意念，察究他們的所作所為。行善的，你要成為他們的磐石；行惡的，
你要制服他們一切的惡。你曾以乾旱、熱風、糜爛、瘟疫、蟲災、刀劍等災害攻擊警戒他們，為使百姓回轉，但他們不願歸向你，仍在罪惡中，惹動你的怒氣。求主赦免我們的悖逆橫梗，除去我們的惡心，賜我們肉心，好回轉向你。因你是我們的盾牌，要拯救心裏正直的人。求主興起，施行公義的審判，查驗心思肺腑，作我的盾牌。施行拯救的上主啊，你賜下獨生愛子耶穌基督作挽回祭，他為救拔我們而捨命，彰顯了你對世人極大的愛寵與恩典。他向我們顯明了何為愛。求聖靈如火降臨在我們身上，燃亮我們的心靈，好將自己獻上為祭，使我們行在聖潔的正路上，學習彼此相愛，關懷幫補鄰舍的缺乏，憐憫體恤弟兄姊妹。願神的愛永遠住在我們裏面，引導我們跟隨主。阿肋路亞！求主興起，施行公義的審判，查驗心思肺腑，作我的盾牌。奉以十架救恩，彰顯神愛的救主基督耶穌聖名求，阿們。